幸福啊，故事无奈可。你为什么最近要把头发剪掉？而且比较成熟哎，是感觉很有味道，很有那种 model 的感觉。model， 哎 model， 设计师会剪，但是 model 很少这种身材。童装啊，童装啊，喂，我都买童装哎，真的改，跟小孩抢衣服，真的真的。对啊。线上，什么信上？线上，什么帅哥？哦，帅哥，你要这样。来，老唔讲，跟讲正经的，讲后头发在生理正经的学好。像阿姨买一只饭包给给你嘛，给他调讲用大概看弄来就，妹妹你要吃什么？来不能讲发嗓音他呆嘛，给很赶妹妹的时间啊，我要一个鸡卤饭。老热大擂台，老热向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羅時豐哈。吉娜。哎呀，今邊係你叫我特別計劃啦。特別計劃，哎，有沒有感動人心嘅一個計劃？是嗎？一定會感動人心，不一定啊。不會啊。有的搞不好是很喜悅的一種，喜悅不是很感動嗎？哦，也係想會罵給你。罵給你。主題。對。今邊有唱到基比嘅，安尼啲安尼節目當中表現過，曾經表現過非常棒的一些歌手哈。有啲歌手。嚟到你節目當中分享各個人生的故事。嘿，還要唱一條歌誒，嘿，獻唱本佢想要分享嘅對象。係啊，可能佢要分享本爸爸，也係媽媽，也係兄弟姊妹，也係先生。可能咩係主持人啊？對啊，哎呦，真的嗎？嚇，會嗎？應該冇可能。好，今本日就有唱到 TVB 叫做分享嘅乜嘅故事，嗬，叫帶來歌嘅乜嘅呢？誒，你嘅邱清妍帶來阿妹嘅松樹。哦，安尼當明顯啦，嚇。就係本阿妹啦。情
金燕姐好，这个是先问妈妈啦，俩听众还没给手术啊。妈妈呀，现在哈，现在80多岁了，一个人住在乡下。一个人哦？对啊。摸阴皮皮吗？没有，没有请那个什么？没有，他还很健康，很健康。对86岁了。86岁，对，还在屏东的乡下。自己一个人，对。那就住在老家，都差不多。对，叫他来桃园，他就来没2、3天就。什么时候要带我回去啊？哎呦，我还是习惯老家。奇怪哦，老人家可能朋友给掉啦，隔壁里沙全部都新出师啊哟。隔壁邻居哈都很多啦，每天会来陪他聊天，因为我们家很宽，有300多坪。所以那个300多坪大地主没有了，地主千金没有，就我们的庭院很大，所以大家都来那边坐着聊天，所以他没有很无聊了，就有青岛朋友他自己会种菜啊什么吗？没有，他现在都没有种，我们的田现在都租人家种，对啊，庭院种花这样子，是这样子，对，这样子，是，这现在还不错哦，嘿，青红，对，啊，刘妹姐姐专一皮给安用，他有些盐哦，对呀，对，屏东温暖，头盐好诶，对呀，屏东有些盐啊，还好我弟弟常常会回去啦，大概1、2个礼拜会回去一趟，对。如果连他有视讯亲逢，如果没有人陪没关系，那个宾生他住在屏东，高雄，高雄和屏东很亲近，离屏东有比较近，叫他去陪你啊。很给你可以去吉他弹唱给阿婆听，还有40几公里，还有40几。冲后堂的狗会联系了，对。哎呦，老妈妈还感情亲厚吼。妈妈有打过你吗？以前小时候有，对啊，以前真的我是，因为我家我是大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3个妹妹1个弟弟所以我妈妈是我们家的总指挥，总指挥，什么事都她在安排。那我从小大概1年级就要煮饭啊，养鸡鸭一大堆的东西，全部就会对我帮着她做，对，我大数就抽了，所以我是我妈妈的得力助手，小帮手，对，从小1年级就会开始这样帮，还有下午放学回家还要帮弟弟妹妹洗澡，你手不要一直挥太大，我一直很怕被你挥到。罗哥那边虽然不太好用，也是有点担心，很担心。不好意思，会啦，都会买 sale 啦。啊，永清果很会本妈妈大，没，就有一次啊，我跟我弟弟，因为我弟弟才差我2岁，有一次啊，就跟我打架，就每次碗都是我洗的嘛，就那次打架，我就不洗他的碗。我妈妈说，碗就是你要洗，因为你是大姐，你就是要洗碗。幼稚。对，我说为什么大姐一定要洗碗？对呀，我妈妈就说大姐就是要洗碗，其他都那么小，然后你要做好榜样，然后不行，然后我就不洗，她说洗，我说不洗，你再讲一遍。不洗，好，那棍子拿过来，我就跑给他追，追了2、3圈之后被抓到了，痛到不修了啊！以后还敢不敢啊？不敢了。可是他后来他觉得对我很不好意思，又很心疼，偷偷的买一个玩具给我，也还想对，到现在我要保留着哎呦，真的存钱筒一个那个不倒翁啊，我今天本来想要带过来的啊，忘记了，对呀，到现在还放在我的床头。你带的你不也没看到，给听说真感动，对呀，对呀，你看这么大那个。小孩子你看多好哄，对不对？就跟女人一样啊，老婆一样，你就是其实你跟她顶嘴也顶不赢她，你就哄她哄一下就好了。你跟罗嫂，你的生存之道就对了。对啊，你顶她你也顶不赢，对不对？就像那个对不对？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哄一下就好。后来就变很乖了，对，就这样子很乖了。后来。一直到18岁的时候，就北漂到台北。台北啊，对，我不一样，我是北漂到台北。
哪个瓢？瓢，这个瓢那个瓢，这边瓢瓢，那边瓢瓢，哎呀，对，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都推背来的。对呀，三天两头打个电话这样。最主要关心，亲主也是打天吧。对啦，可是他电话一拿起来就要超过1个小时。对吼，你要放他不放，我还有没有说到的？我还有一些还没有讲到，你再讲一下，你可以放着，然后这样子开扩音，没有做事情。对，没有，他就是很喜欢跟我讲。对，没有老人家就是这样。对的，我没有时常回去，可是我常常打电话跟他聊，他就说这样子也比车钱便宜呀。对呀，是才发。对哈，他说你说要没有回来，可是你常常跟我讲话也不错啊，很好啊。把车钱拿来讲话讲不完。真的，这真的。对，妈妈也是很务实。对，妈妈会这样子。谢谢你的分享，让下期演这个朋友。对，谢谢。等一下。好啦，先回座休息，好，主持人，谢谢。这按 C 玩具还留灯呢，真的哈，这好感人哦，真的哦，我都没留嘛东西，我常常都忘记忘东忘西的，没记得到那片鱼，留下很多回忆啊，这样就好了，记忆也不好，记忆。好，杀下来，迄边先带来硬夹，好来。天寒蒙公，阿婆就风冲去拜八公，祈福伊家园平安，轻强做甲一生应该信用，下发莲盆，下子莲孙，应该梦想。用板去跳拜阿公，曾经闹阿爸公公，每上安都行一家街路跳，做用笑无来头。跳过人间，黑马银骨之公堂，来看人间。用功改动感，做起來無簡單，就將孤孤單單改立場，因是愛硬硬，將沒有氣力上毛病，不是讓兩人改笑都無感傷，遇上許多條事情無條。就一困，最快是改自講。應該夢想，愛用板去跳拜阿公，曾經老阿爸公公，每場安都行一家街路跳，做用笑。無來頭，跳過南洋，黑馬銀骨吃公堂，來看人間有堅定該思想，用功該動感，做起來無簡單，就將孤孤單單該立場，你是愛。將沒有氣力上毛病，不是讓兩人該笑都無卡傷，遇上許多條事情無條，春一醒，春一困，最快是該自講。天寒蒙公，愛獨獨紅蟲。
哦，炳生，后堂，调那个狗音帮都请讲，刚刚那个音唱的很棒，刚刚真的应该是零缺点的，太那个了，哪个？这个突然沙哑，太难了。跟你称赞你，太不习惯，太夸奖了，太夸奖了，言过其实嘛。主持人就出一只嘴，听听就好，听听就好，没有啦，真的不错，真的。刚刚真的是看没有听出什么缺点，而且你在他那个尾音的那个 vibration 有点很性感，性感哦。一点点呢，对。哦，像我的就不一样，我的是他的间距比较宽，他是很细的那种，细腻的哦，他还比那个张学友还细腻哦。对啊，因为就是声带老了，他就会比较宽，真的，慢慢就会变成那个，他的 vibration 就会比较细。好啦，我啦，有不用感情一唱，真的，这很有感，因为这首歌应该对他来讲很有感觉。这首歌是他送给我外婆，家婆，我外婆，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然后我从小就是跟着妈妈，那因为我妈离婚之后，我就常常是带着我，然后去我外婆家。然后我外婆是那个三合院，就是比较古老的那种房子，然后厕所都还是那种蹲在外面的茅坑，对，上一下还要站起来，对，脚会跳开的，不然会被弹到，臭的那个。对。然后我外婆吃素，然后家里就会常常都煮一些素食。因为我小时候就挑食不吃菜，她就常常会弄一些塑料。然后塑料给我吃，然后因为我外婆是做那个回收资源回收，对，资源回收，常外面有看到那个一些阿婆啊，就是推着一台推车，然后上面就有纸箱，有没有？那个保特瓶罐子啊，对。我外婆就是常常会推着一台车子，然后就早上很早就出门去，然后就载了一大堆回收箱，然后就放在那个三合院前面的那个庭院那边。我回去整理完以后再拿去卖。对，其实那个一大堆哦，就大概可能100-200块钱，很少，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是回去，然后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一个保特瓶1块钱，然后家里的那个保特瓶我就收集起来。保特瓶这么好，价钱好。对，以前我记得头摆个冲那个啤酒罐那个盖那个拉环，好像因为它好像是铝。不是有个加钱今后，啤酒瓶以前是可以回收，拿去干嘛店回收？那种铝罐那种，它的铝罐那个拉环，那个还可以啊。也加钱它吼，不同的金属材质加钱。你去那个便利商店，你也可以拿那个保特瓶，直接给它抵1块钱。真的，真的可以。哎呦，黑白有那以前收集一些，然后家里的那个保特瓶呢，就说不要那个给我留着，然后就拿了一些，然后就去给我外婆，她就给我50块。真的，那个可能收集起来，你有捡到50块吗？就没有，你拿个几个去，然后换50块回来。你有收吗？你没有说。外婆不用啦，没有，你小时候就拿得很开心，然后就想说下次，我每次就可以拿到一个50块，每都捡10个瓶子，然后就拿外婆50块。真的有些小时候真的很爱去阿婆啊、外婆家的这样子。有一种疼小朋友啊，不是有一种胖不是什么？叫阿嬷觉得你冷，对，阿嬷觉得你很穷这样，所以会给你钱。别下孙的啦，没顾你给啊，上都给按油耗，黑毛。对啊，还帮他特别留瓶子，带转日本给。看到孙子，然后就抱着一些瓶子来，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还买塑料给你吃，塑料多贵啊！真的那个真的不便宜，真的比真的肉还贵。我第一次吃到那个素火腿，还是美国制的那种素火腿。真的跟日本制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差在哪。日本的比较小。美国的 size 比较大，size 真的比较大，它就然后比较红。美国跟日本有塑料，有素火腿，美国素火腿，然后日本素火腿比较小。那美国素火腿好好吃，我后来去迪化街找就找不到。青模还有，对呀，青模，怎么会有美国素火腿？有，对。不过素食那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不懂，但是后来长大之后比较就素食的真的很好吃。对啊，因为它为了让它有味道，所以加很多添加。莫啦，一个没有清天口的啦。
好了，对啊，就是这个阿婆真的对我们这种年纪人来讲，他是都会印象非常深刻。对啊，因为阿婆下孙，这首歌啊，就是献给阿婆，因为讲说他其实对长辈来讲啊，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点固执？为什么？就这么老了还要这样一直去，还要再去做资源回收，对啊。但是我们就觉得说他开心就好，对啊，给翻译就好。但他可能是他的生活习惯了，坚持做这件事情，早上6点就出门，然后推一大堆回来。压喊爹做吗？没有，他已经过世大概5年了。过世了。OK。但是到他住进养老院之前，他都一直在。我曾经也碰过一个阿嬷，也是这样子。她不止自己做回收，那回收也当然回收以后，她养的小孩也是就这样养长大成的。然后后来不是慈济，慈济那个也是开始做资源回收嘛，哈。然后正言法师说的，用我们的双手。然后把什么垃圾变黄金，把垃圾变黄金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他自己后来就是会回收回来，还捐给那个慈济，好有爱，就是很有爱，大爱的，所以为环境做一份力。是，对，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就比较没问题。好，感谢平时的朋友，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林兄的分享，谢谢，好了，好。我有一次就是拍，刚好那好多年前了，快10几20年了，拍了一个大爱的一个戏，然后就是那个主角就是做资源回收的，我就拍他的故事，然后拍完以后我就发现我应该要去做资源回收，要有点环保意识，这样就开始回家，然后就买那个分类的那个垃圾桶箱子，这样子嘛，怎么放的，怎么放什么的，然后就集结，然后就拿去慈济，没有拿去资源回收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呢，卖不到200块。你拿去卖哦？你们不应该做资源回收的人哦。没有，我载着我们那个一个阿姨这样才去卖完，载着她，你都是本人去卖这样。然后开了2台Benz车去卖这个，没有啦，其实有黑后的啦，这是环保概念。我们扣周俩就正经辛苦啦，没有好玩，好特别哦。现在还有做吗？很想。来，杀好了，嘿，车架期待落，记唔出嘅心。我来躺好了。明天恭喜风浪，故事莫奈何。你为什么最近要把头发剪掉？是感觉很有味道，很有那种 model 的感觉，但是 model 很少这种身材。童装啊，喂，我都买童装哎，真的要改，跟小孩抢衣服，真的，真的，对啊。多少好友丢了，老心一双。
300米用艺术就标，明天恭喜风浪，故事莫奈何。你有公公念思维转偏离撒线多，一个音乐看黑的心头莫散地，替爱用本相依，初心思念披毛送本你到相难，千言万语上上提提，忙底下跪对心的寂寞难移，千言又万语上上又提提，忙底下跪对心的寂寞难移。哎，嘉琪，好主持人好，嘉对对对，琪哈，你为什么最近要把头发剪掉？而且比较成熟哎，是感觉比较成熟感觉很有味道，嘿吼很有那种 model 的感觉。 model，哎，model 设计师会剪，啊哦设计师会剪，你是说时尚的感觉吗？啊，对对，有时尚感哦的，嘿吼，对，但是 model 很少这种身材。童装啊，童装啊，喂，我都买童装哎，真的对啊要改，跟小孩抢衣服，真的啊，真的对啊，啊，没办法，都太瘦小太大了，太小了，太小了。嗯，我都买妈妈装，没关系啦。你不是买，你买大妈装。也可以啦，我真的叫大妈哎，哪个我的外号？哦，你呀，已经sống得特别黑了呀。对嘿，啊，离开你妈妈了。我要让他独立，让你妈妈独立。对，哦，是哦，你的妈妈都靠你就对了啦。让妈妈独立。没有啦，我们就妈妈以前太依赖你了，就对了。真的，真的啊。是不是常电放着不顾，然后自己去玩，让你顾电？我们互相啦，互相互相都要独立啦。没错没错，哦，那这样妈妈会不会舍不得？他很舍不得啊嗯，，真的哦。他刚开始他都一直打电话问我要回家了没，哦，啊他觉得你撑不下去，是不是？他就说，我说啊，可是我有租金啊，我有那个违约金啊，哦，对对对。给他啊，哦，就是要我回家的。哦，真的啊。对对对啊，对就算了，就不要了，就对啊回来就你回来好了不行啦，我还是要坚持做我自己想所以你做的事情。现在的梦想会嘛改？做歌手，做狗鼠，想做自己的音乐，自己下狗位吗？创作狗鼠，创作歌手。对哦，所以他现在他就是要讲一个故事，好像跟音乐跟没有关系跟乐器是他今天对要现这首歌要现调阿给调狗要现唱的对象。黑玛莎是哦，这是啊，因为我之前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就看到一箱，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里面都是满满的信，哦对，都是以前国中的时候啊，都不念情书，书哦，就是跟人家会交换，下课都会传信。他小时候读书不读书那边哈，那一定要的啊，那读书的时间啦，对，那一定要的啊。然后就打开来都是满满的回忆啊，对，然后就想到就是有一个同学，我们以前这已经其实我们失联有一阵子了，然后就是看到那封信才想到他，以前我就想要听乐团嘛，我就想要玩音乐，我就想要学吉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零用钱，我就想说，那我要国中毕业的时候，我再去打工赚钱，对，然后要买吉他，那结果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也想要学吉他，你可以去买乌克丽丽啊。跟刘时涵不流行哎，乌克丽丽很少看到。那他就叫我去乐器行陪他选，然后听哪一把声音比较好听那选完之后走出来，他就说给你生日礼物。男的，他想追你吧？女生啦，女生哦，女生，什么呀？哎呦，你蕾丝边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泸州的啦。那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就
还是他是那个 tomboy 还是什么？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就是友情上的支持，对，觉得我朋友有一张梦想，然后支持你，不过卡斯讲吃假松本给可能没爱，我就是支持他，对，就很感动。真的有2种朋友啊，真的有这种朋友，对啊。那你现在还有联络吗？那个朋友？没有，那为什么？有啦，但因为我们到高中之后，就其实都过各自的生活，不同生活圈，对，不同生活圈。那之后就，其实我翻到信之后，我有回去联系他，对，就看他最近在干什么。那有联系到他结婚生小孩了呢，真的呀？对啊，你看年轻吧，你还过总统吼？对啊，那还很年轻啊。你超过30了吗？没有啦，你是朗 C，他已经结婚生子了。哇，那么想不开，不是那么想这么幸福，想开，朝着他的人生目标去走。大傻跟梦想没空用。好，重点来了，他送你那把吉他，后来你有练吗？还在家里，还在家里生灰尘，是不是？好看呢，摆在那边吊着好看的那种。有那个心意很浓厚啦，我有收着，对，意思就是没有弹了。对了，有啦，想到还是会拍摸一下，然后就手指好痛哦，算了。对啊，想到可能这样拨一下，噔，这样在上面写一下，这样谢，然后灰尘擦一擦。好啦，白送了。两条狗哎，所以这首歌是送你朋友的。对，给他朋友。所以他今天就是刚好又创一条狗哎，那就分享这个故事。对，所以不是你掰的故事，不是啦，献给我的青春呐。你的青春对，你讲的好像很老了，你也还很青春啊。年轻人就是要这样啊，把握好青春啊，对不对？努力，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努力。很多事情只有这个年纪可以做。对，也不一定啊。你像我这个年纪也还在做啊。没有，我说义无反顾这种精神，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要更加有勇气，不怕失败。对不对？因为你失败过，你还很年轻啊。对啊，你还可以再往前冲。对啊，年纪大了，你如果失败，那就会非常辛苦。年轻的时时候没关系，有梦想冲撞，直接往前冲，好吧？好，加油，去实现啊，加油！什么感情 ？OK， 好，感谢大家啊。好来，杀落去，猴子钳带落去，种因。好来。孤几多风雨，假使会无缘分，永袂相思，相袂相思。缘起爱，像风中的花蕊，短暂有你，掉落随风去。缘加缘分浅，注定难相随一生。甘愿的路断了线，缘多情因空遗憾。假使又来生，不欠你变心，只怕来生难再相遇。茫茫的怀里，爱被牵动伊，用爱插伊书中留下印。假使有轮回，不欠你变心，千山万水也袂牵动伊，放在伊书中的印，用爱插伊来生相依。假使又来生，不欠你变心，只怕来生难再相遇。茫茫的怀里，爱被牵动伊，
用爱在意书中留下印，假使有轮回，让伊变心，千山万水也袂侵到你。我在意书中给伊，用爱在意来生相依。假使有来生，让伊变心。志强，哇，好有情感哦。对啊，对啊，你看唱到你看那个心语都在哈语，真的，对啊，唱到人都走光了。没有，真的，你是我，你是我在第二个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唱的最好的一个。真的哦，重音哦，我回去一定要听一下。真的，有时候主持人讲的话，随便听。不是，我觉得他真的还蛮有情感的，好有情感面的。因为这要给那个阿婆的。两条狗儿有本阿婆。对，对，他就像我前世的恋人一样。前世恋人。对。羁绊很深的意思就错嘞。对，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爸爸妈妈离婚嘛，我都是他带大的，完全是隔代教养的，完全隔代教养的小孩。对。那这样很棒哎，有很多隔代教养的小孩，我有碰到过。其实他不是大好，就是大坏。有的会很体贴，有的小朋友可能像之前他可能就是会体贴长辈、体贴奶奶的行为。没有，其实我有害他，就是在有害他受伤过啊，受伤。小时候你年轻的时候有肥累过，对不对？有啊，对，包括在我手上这个刺青，对，就是我当时叛逆的证明。对，就是那个时候嘛，在那个山上结交了一些好朋友。我俗称好朋友了，但阿婆他们讲。好啊，然后就是屁孩啦，屁孩，对，谢谢你的解释。对，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冒着很那个刮风大雨，骑摩托车来山上找我。阿婆。对，然后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凌晨2、3点的时候，哇，突然那个风刮很大，然后他就这样子哦，我真的是亲身经历，他在我旁边这样子，我骑过去，我看到他，我喊了阿婆。他跌倒，对，对，他听到你的声音，想要那个，结果不小心，某声音就跌倒嘞。对，跌倒，对，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很震惊的，我第一次看到阿婆这样。那你干嘛叫他？他就看到阿婆路过他，我就看到阿婆路过我，我就叫他。错过他，这样他就怎么被头哥讲到有点搞笑剧，对，搞笑剧，我都有点要流眼泪了。你对，然后他就跌倒，我就赶快过去扶他，然后用跑的去扶他，把他扶起来。然后他边哭边跟我讲说叫我回头，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下定决心，要走，对。走上正途，你就因为阿婆这样摔倒，然后就茅塞顿开，就想通了。对，真的是这样。就跟你那一些猪朋狗友就分开，不跟他们往来，就完全没有联络，完全没联络。他们还到家来找我，哎，对，你够不够兄弟啊？对，要把我押走这样子。哇，这么夸张？会这样啊？真的，对，真的。然后后来阿婆5年前过世，5、6年前差不多。对，我现在还会很想他，无意间的，可能就那种无意间的，有没有？突然在做事，然后忙一忙，然后就想到，对，对，然后他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嘛，他就要养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有兄弟姐妹？我还有兄弟，但是是妈妈生的，那个后母生的。对，他凌晨5点多，要起来到那个菜园，去那个种菜，然后拿去那个市场去卖，对，然后养我们这些小朋友，对，然后直到他过世的那一天，我才知道，他把这些钱，全部存在我的户头里面。
去哦，我才知道。然后你再把它花掉，这样。没有，是那个户政事务所通知我。那是你的收尾钱。对，他通知我跟我讲说，你阿嬷有留钱给你。对，对，这是我阿嬷好用心哦，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哦，我也好感动。你看哇，你太有情感面了。对啊，真的。你是，我是蛮冷血的。你是怎样？你是因为哦，难怪这么有隔代教。爸爸妈妈做生意，就是他们在台北工作，然后我阿公阿嬷带。那你没有想说，你阿公阿嬷为什么没有开一个户头存钱存到你那里去？对，我应该问一下我爸。对啊，搞不好有，搞不好有人被我爸用掉。对啊，对啊，对，对，就像那一天有一个妈妈就说：“哎，你有一块地哦。”跟你说，你有块地哦。哦，你有块地，有块。然后瞬间觉得说：“哎，原来我是个富二代。”隐藏性的富二代，你有快递就是有那个流进来的，对，你有顺丰快递。他本来以为说哇，他是一个隐形富二代，妈妈没有告诉他这样，后来才知道他有个快递，对，已经放在桌上。谢谢罗哥的救援，是，谢谢，对，每一个人我们两个都哭了，每一个故事啊，对啊，阿婆按用心了，宰品对哦。弄应该我也很用。对，好好把你这个钱当做钱母。对，钱母，用这个钱去看能不能生更多的钱。对，这是阿婆保佑你的，阿婆保佑你的。好，对，就像我们去庙里有没有求哦，他会给你一个钱母。对啊，你就把那个钱去生更多的钱。对，有时候就都真的会这样，突然很想他，就好好的怎么想要跟他讲话，不见了，没了。他的一切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真的是这样。这个就是人生，也其实有很多遗憾嘛。对啊，我，但也是很好的回忆。对，他的临终我都没有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我都没见到啊。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跟我爸一样，我都是没有看到的。就是我的亲人走，我都来不及跟他讲最后一句话。对，我爸、我奶奶还有我爷爷，对，都来不及。这是我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活到32岁。不会，他们想说的话一定很早就跟你说了，一定在日常生活中都已经对你说了。看开一点，必经之路哈。是啊，有时候还是会想跟他们讲话。对啊，没，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对啊。所以加油啦，每一天，你就在你的工作的这个范围上面领域里面就更加的努力啊，就是更加杰出，让阿婆以你为荣。好，谢谢罗哥，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多谢。好，来沙了，凌晨一带来熊下，来躺完了。夏天很热的时候，阿婆都会拿一个扇，然后就这样一直扇，就是要让你好睡嘛。对，然后自己热没有关系，然后帮我扇。该不会晚上要睡觉，还先把衣服脱了去喂蚊子让你睡觉？是笑。
忙讲出最计法，千言万语点情万下，恨爱是春茶，三浦困莲花，中秋送烟花，恨天地不卡，大醉故宫情吧。天意结束，一路好，一路好，相想。这首歌阿公阿婆，阿公阿婆，没阿公阿婆，你也是也是隔代教养吗？他还打哈欠，换他打哈欠。对，就从小因为爸妈都在工作上班，然后就是都阿婆阿公在带我。哦，拢爱穷用哦，谁的时间啊？应该谁时间没黑？黑啊。对，从小到大倾向这样，嘿。然后我最记得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以前科技没有这么发达，那时候可能有电扇，可是可能爸妈没有买，所以呢，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阿婆都会拿一个扇，然后做扇呢，对，就怕我热，对，就每天就是跟他一起睡觉的时候就这样一直扇那种，对，那一种木质的，然后就这样一直扇，就是要让你好睡这样。对，然后自己热没有关系，然后帮我扇。该不会晚上要睡觉还先把衣服脱了去喂蚊子让你睡觉？24孝。嘿啊，倾向呢，嘿啊。然后有时候他已经都扇到睡着的时候，然后我就还看着他，就是那个扇子这样停的，然后我还会这样摸他那个扇子，他又继续扇，就是已经变成那个直觉反应，对，就已经就是习惯机器反应，对。那我会觉得说啊，阿婆真的很辛苦，很疼你啊，对，真的。阿公阿婆很垂吗？全部都没有，不在了，没垂了呀。对，因为我不是隔代教养的，我是从小就是阿婆我爸有6个兄弟嘛，那阿婆就是这里住一下，那里住1个月，轮流照顾按用。每一次来就会买好多东西给我，然后又是偷塞钱给我。我那个是那家婆那边赚来的时间也是哇，又带一大堆东西，我没用现实崩了哈。秦昊一对啊，真的，所以我就没有那种跟阿婆那种长期相处的那种经验呢。对呀。不过阿公阿婆讲真吃菜发啦，然后阿爸没正经没空用，一方面也是可能体力的问题啦哈，你就会下顺的，然后阿爸没可能做唔错嘛的事情，会搞你的时间，就修你哪有阿公阿婆他唔会按用，吃菜发，对，真嘅，他下顺，就下肢脸盆就差不多，哎呀，对，可能我做错事的时候，他可能都还觉得没关系啊，他白摸按用就好了，就共用机按用，他可能也没有那体力来揍你，那后来阿婆还在的时候，你对她应该都很孝顺。对，就阿公先过世嘛，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后来阿婆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搬到中立来住，那阿婆就是还是喜欢住那个埔心。对，那埔心他就对我就大概假日的时候会跟爸妈一起回去。那回去的时候，自己对，然后
就是都很健康这样。对，那每次回去呢就很开心，他都会塞那个零用钱给我。他在阿婆都穷用哈，阿公阿婆都穷用，下孙有一种穷是阿婆认为你很穷，觉得你很穷是不是？对，爸妈给他零用钱，他就把爸妈的零用钱给我，还会跟你交代一句：莫老娘爸娘没讲。对，有没有底？对啊。哦，那所以后来阿婆有没有在你的户头存了什么钱？对呀，现在变成一个标准，对啊，所以子谦真的很幸福啊，很幸福啦。其实大家都很幸福，有阿公阿婆下来都轻轻很福。对，其实生长在这个世代的人真的都很幸福。对呀，你看我们这个世代还没有那么发达，那像我们。哎呀，爸爸妈妈那个年代，那又更辛苦了，对不对？我打死推有打死推，某空用更辛苦的提风，我觉得是。现在年轻人也许很迷惘，也有可能。太多东西都在闲扯嘞。我们享受当下，对，好不好？好，有歌就好好唱，嘿妹哈，有新娘就好好花。有菜可以包回家就包回去。新娘爸爸要包红包给你，唱首歌也 OK。真的哈，那要多少这样？好了，谢谢你的分享啊！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哈，我们节目唱歌本塔卡糖。好，谢谢，这些回座休息。好，哎呦，听完那流行歌曲组的朋友分享过后，感动的故事，真的，还有连我们吉娜都流出鳄鱼的眼泪了，你看，什么鳄鱼的眼泪啦？这真的是，哎呀，还是老了木油，老木油。我哋稍後嚟看一下你傳統族可以某個分享嘅故事，好嘛？嚟睇看啦。信上。什么信上？什么帅哥？哦，帅哥！你要这样。来，老唔讲，跟讲正经的，讲好糖花喺生理正经嘅客户。像阿姨买一只饭包给给你嘛，给他调岗用大概看到来就，妹妹你要吃什么？要不然讲发嗓音他呆嘛，给很赶妹妹的时间呢，我要一个鸡米饭。好的啊，传统只会特别给包了啊，用上喺对人讲嘅话哦，上一咩人也係感恩给你哦，这是有点怀念纪念专辑嗰種感覺。咩應該有一些有啲人係用啊，有啲人某一天啊有感謝啊，感謝對象啊。哦，你感謝對象有可能他已經離開人世間。就像我可能可以唱一首歌給羅哥啊，我還在人間，感謝你，我還在人間。冇啦，就是感謝你啊，係冇。係啊，就要本台自己來分享。分享嘅嚇，哦，即係生命當中想感謝咪，感謝人嘅斯坦人也好，感謝人佢曾經教過人咧，也都欣賞。欣賞咩係朋友咩係，就會有一三人對人影響清晨。哎呦，你在生命當中有嗎？有嗎？有啊，當然啊，青島啊，青島啊，沒關係，我們再好好再聊一下，好不好？有請 TV 係突然風帶來三個字。好啦。
哎呀，云峰记吼，又有唱到来安尼节目哈。从国的本台去个糖。对。还今咪从了书国子迄显蒙爱的赖仁珍老师，伊迄爱的启蒙老师。赖仁珍先生，正经哦。唔要带新竹公林嘅啦。去做东快班。去做东快班，去铜锣人嘛。没有你嗰片咩冇经验吧？系啊，我来做东快班，所以启蒙老师去。爱唔止讲，爱的先生系按严格，按东乐。用班乐。恨铁不成钢啊，比较严厉，比较严厉哦。伊迄爱看到的先生哦，最恶的，因为不管你唱到好也唔好，但是佢唔会按咯艺术错的。哦，係哦，係。伊迄冇愛用來罵我哋，我哋唔會長進啦。誒，公司採訪，佢哋咩皮用青島嘅山高班嘅條，全部得個必須只得名的。啊，佢安尼罵，安尼學生唔係愛花錢來搶唔夠嘅，難罵嘅。唔係大家都唔會夠嘅。大家可能有點抖 M 性格，這樣罵嘅做得。哦，有點那種 SM 的。因為有青鋪，因為你吃到後上愛聽抽有青鋪。有。所以做安尼嚴師才會做烤土。對，真的。哦，做烤土。將會進鋪啦，進鋪較多啦，係啊。啊，佢老師方面咧都教我哋青島。上課一般上課全部講上台論創的，我哋都上過迄談理論。哦，真的啊。係，我哋都談理論。教藝術。談理論會衰聽的嘛？唔會啊。唔會啊。做筆記啊。做筆記啊。係哦。談第一個根源的那一篇。哦，真的啊。咩講搞人衝過的。是哦。佢講愛衝過的嗬，課堂上學會咧專業不可練。哦，因為以前在學校上課的時候，老師如果講很多理論，我們都會睡覺的。那是你啊，我都醒着。哦，真的。會談理論將會進步啦。真的。公司才發練習呢副卡做嘅事情。老師方面啊，韓國長短音啊，乜嘅吞。高中講嘅吞吐肺真係都樣樣幫佢做嘅。係啊。咱現在是樣啊，非常批播嘅，三腳菜茶啦、白鹽啦，都培養得很多。中國嘅玉米咩清理會，有幾個愛人幾個從清理會，真的。所以係當家名義。佢特別有味道。佢到西米用做嘅三腳菜茶咪當好看啦。係啊，電視台看啦。有看過。係啊，聽到發聽。所以這個加油了的機費啊，有麻煩。鄭老師也已經這個在電視前面看我們的節目啊。對。講得那麼嚴肅，按要修這麼話新穎啊。有什麼話想要對他說？來到什麼嘢，然後我哋都罵到按進步，我會好好來學習。好學習哈。對啊，大家都認真好了哈。完呢，客家的歌曲傳承來去。哦，係啊，有些是我講是聲音的傳承不下一啲。盡量有啊，我說講我今邊愛來留洋冇拖鞋，這個乜個東西這個做腳，你為什麼不帶我去？我講你唔會講行啊，吞上去。對啊。走的啦，來了啊。他來搞不好是來看我的。係啊，演藝圈知名人士。開玩笑。哦，多謝人嘅分享哈。謝謝蒙記，謝謝。下禮拜有機會再過來唱歌問大家談。做得，謝謝，謝謝。好來，再見啦。分享本來認真欣賞嘅，然後就會下本欣賞感恩嘅歌嘅。是，好。好，係啊，走。安尼沙下來係落水連帶來平白。好嘞，彈過來哈。天。
四连真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哇，你那个上过吼，动大彩，用个山呐，个走胜利，走胜利，走胜利，前险啦，前险哦，前险，走胜利用的险嘛，大部分走胜利，你也买嘛个东西？我买牛角和番薯饼。牛角的嘛个？三峡的金牛角。哦，哎呦，好好吃哦，那个。好吃啊！哦呦喂呀！福 K 有给面买哦。金牛角。福 K 有给面买。那就上店店，总店有三峡。哦哟，总店有三峡，第二本后上家。总裁呢？和台海大溪是分店。哦。爱罗摩家。哦。他爱到罗浮口罗浮，爱家。哎呦，传董娘啊！人客來咧，我來啊！你看我經番薯餅狗牛角，將會現烤現煮誒，現做誒。哦，這樣伊係嘛？啊，上漲會幫我現到人睇。哦，有炒。跟人客嗰啲人冇面見過咧。線上。什麼線上？線上。什麼帥哥？哦，帥哥。你要這樣。你就哎呀嘿，怎麼樣哈？這麼停下來了哦。希望還會按照好多嘞啊。嘿妹，蠻多很帥哥美女。你這樣不止3間，我跟你講30間都有可能。真的啦，你啊退休嘞哈，還用時候嘞。對嘛？我老講，佢講正經嘅，講好糖花生意正經嘅較好。像我一買一隻番包給給你嘛，給他調講用大概看到就，妹妹你要吃什麼？我不能講發嗓音較大嘛，佢很愛妹妹時間啊。我要一個雞乳飯，嗓音就會跟嗓跳就會較高一些，你知嘛？你是地方妹妹啊？啊，是我們回來這。轉來你見唔會主題？我退休了，就學堂3個。我乾隆老師係李永祥大家是啲哈，不過哈，佢舊年喺度農業大擂台唱歌，不過我身體當唔好啦哈，比賽時間啦哈，身體沒有很好，有些東西。不會轉換，我家長學兩三個月天，該去啦哈，比羅山過，我都該我背，一直換氣，不是很那個，噶督導王鳳珠老師該誰咋，讓他通常挨，他有趕快幫你叫救，其實喊你過咯，我想按到哈，他其實。韓國來叫誒，叫唔點解賣命？叫用扮演戲啊！我講我今日來從羅山過哈，可能身體冇當好，他在外面哈，就是高癌，所以我一直在感念在這份情啊！韓國謝啟國老師是我。第每次啦哈，去抓周嘛哈，去抓嘅從三大吊起啊，去抓嘛哈。你抓周？冇啦，出錢啦，我唔要講啦哈，梗係抓雞乜嘅東西唔要講啊哈。睇啦哈，老三哥子完全沒問題。嗰時我老師。李永祥音嗬唔講清機哈，俺是謝啟國，我咪唔識機哈，俺就在朋友同我係謝啟國嘅班，啊，佢係全班嘅人聽下來，本羅瑞蓮現在正在打擂台，讓他學這首平板，啊，他佢從頭到尾按教我咩叫學生啊，所以我感念在這心，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講出來，呀，都心傷正經吼，對啊，為咗研修就會講去傳承了就客家歌嘅，不過係唔係幾好學生嘅，就呢度係客家文化嘅。對。韓國葉智能嘅付出，葉智能嘅係，你啊我係去上山嘅學生啊，嚇，唔過我秉持着記得按教我，冇收我錢，然後冇給學生教我。我現在哈，幼兒小學從3個喜愛不卡，個別教學我都義務在教。哎呦，好，你教啊？對我只要我行的地方啦，我行的地方，不行的地方我就會介紹老師給他們教學相長。對，因為我做生意我冇辦法。互相研究啦。即使沒本研修下對，你看有時候一些老師他們的一些小舉動，你看就會讓學生們記很久。我唔會講時間啦，我是會講開了哈。我講因為做生意已經講會當家，係啊，分秒必爭。對。
经理食材吧。希望你生意越来越谢梦英，谢梦英，好，他们的帅哥美女这样。好，帅哥美女，好不好？帅哥美女。对啊，不止3间，30间，不能叫胖妞，那一定会倒店。好，谢梦英，好，谢梦英，哦，是吗？我是姐姐。好了，感车欣赏的。对，好了，杀好了，杀了，郑景勇带了3个字。好了，唱过啦。年节了，拜那主啊，最是了情呐，永远了情呐，已开了情呐。错了就难拿波啊，三寸了飞呐，台上唱了出啦，表演了情呐。情啊，随人了情啊，紧负了母啊，紧和了民啊。金勇太高，帅哥美女哦，今天好帅哦，帅，真的吗？嘿呀，穿的好像要去那个，就有演出的感觉，跟着好像马祖要出巡一样，表示很有仪式。对啊，你先两三部片啊，自己买买不来哦，你这么外甥，算是他为什么买？为什么要买这种衣服？刚在跑在比那个鸟比赛啦，有人买不来，找个地方没有，偏买不呢？没有，就是进入前6强。哦，前6强的时间分做的啦，了无做到咧，今日做出来。哦，今日贴做落。迄咱来买，迄没有买啊，难得我来买。佛具店，好像有点像庙公才会这样穿。还有沙鸡好吗？这边还有那个嘞，真的吗？鹤嘞，黑毛有姜哦。对啊，迄你根本伊个主题，迄现充本，伊上个本，迄个分享个，会下本马上。各位乡村本啊妈妈。
哦，没。因为佢哋身體都黃河的大煙。媽媽也喺度寫94歲，大煙當叫嘅嗎？大煙啦，到叔公嘅年，咁我話照顧佢照顧差不多3年人有咧。3年人嘞哈。3年人佢就是不良於行，行動方便嗎？3年人佢做去行唔行路？行唔行？係，差唔多做咗3張月，差唔多3張月唔會行路喎。他腳退化，哦，磨啲唔會去。即3年前佢行做嘅這個是行通咗，做咗3張月就冇辦法，退化都冇唔會行路，唔會行，就唔會行。啊，要變要用坐輪椅，要坐輪椅嘅。哦，你阿大爺咩自家照顧？你阿大爺你還有請看護，請看護。哦，所以也按3張月仲帶到醫院呢度啊？冇，佢帶醫10個月。啊，但有較好冇？有較身體有較好冇？你啊，我講好咩冇可能嘅種類啦，因為他現在是膽囊積水，膽囊積水和發炎。所以佢也係叫做應帶到醫院都差。在治療就出嚟治療哦。係咯，人老嘅做啊，這種演戲咩冇用嘅，你阿都講盡量嘅啦，也希望啊媽媽叫我盡量嘅話，身體要更舒鬆。當然，成日都幫醫嘅，就接頭嘅咩安尼聲音嘅福氣啊，對啊，佢一陣都無講，咩傾向照顧，真上咩傾向照顧佢啊，繼續照顧佢。有孝順係啊，啊其他兄弟冇傾下照顧啊？你睇啲兄弟講嘅事業吧。哦，講嘅係啊，捱路較閒，捱路較閒啊。冇，你係有錢冇，就係有錢。沒講係有效啦，佢講嘅事業講嘅家庭，仲係個家庭就做這個大白象，因為點解就在紙上面哦，我缺咩？啊，媽媽也叫上，所以會有點可能失智。腦筋感清楚。失智是還好，他不會，不會。他記性很好。哦，用清楚啊，用清楚。只是這樣，主要他只是變成他的，要講精神冇清楚，有冇？有點迷糊糊的，他心臟啊，你檢查什麼鈣質化，鈣質化壓縮率不夠。他有時氧氣會達不到腦部去，會說瞬間昏迷，瞬間昏迷，會瞬間昏迷。啊，這有對啊，又給他救了，有時候就會這樣子啊。血氧可能濃度太低，他就是變成那氧氣收，因為那個什麼心臟壓縮力不夠，你像缺氧就馬上就昏倒，變太容易啦。像按用照顧吼，正經照顧嘅年輕辛苦啦。這個沒有身體有顧，你好好保養。挨咩當將我顧好來。係啊，有嘛發作對老媽媽講啊，係啊，鼓勵佢啊。等下就我都冇希望啊，媽媽嘅身體將來早日康復。當然。係啊，感謝陳太公。感謝人家分享。希望阿妹嘅就係身體健康起來。娘妹感覺糖娘媽媽，我係寫哦，冇唔係講娘妹嘛？唔知會上白？意思強用啊，跟腦筋反應就會上白嘅。對啊，哦，什麼嘢？謝，好，在邊度？有事情吼，沒無奈吼。對，希望娘妹。娘媽媽哈。娘媽媽，哎。好嘞，沙下來入邊呢，沙下來係林行東帶來片版。來聽啦。高烈濃。
李太公好，现场嘉宾大家好，係哈，根本新聞乜嘢咧？新聞朋友也算欣賞啦吼，因為咧理論上欣賞你也叫做填過掉吼。哦，也係今日從了朋友也算欣賞，就亦師亦友，就家己冇高山過啦，是我哋朋友醫生出門比賽啊，就都個抽啊，樣個創樣個喲。佢演下唔別，佢就教演啊，就佢種啊，啟蒙老師，佢都上過班也講啊，迄個頭圖師啦，係啦，因為我冇去上過班的啦，係按樣。哦，你做係你讀到，按你佢都同教。係啦，本場做朋友咩老大，係按樣。本來做碩士啊。係啦。美國有辦好。哦，咩，哦，就會講朋友按用高中上過。哦，是他個副總按探討研究。因為創了兩條歌，也係佢都電視台創嘅。係啦，就過去記者嘅試聽聽。哦，係按研究的人，係你過夾過歌詞，按你咁。咁無腔節目啊，佢創個節目唔係一條節目啊。佢三集是創唔得啊，亂轉來。三集。係啦，咁無腔節目一秒無腔。佢創出來阿峰哥就掹嚟，佢咩都俾人創咁樣。哦，真有心啊，很厲害，你的節目嘅名啊。利用上先生，我這個知道較貼片的重要，因為佢一開始來啊節目比賽嘛，參加比賽。但是參加比賽之前，我唔知叫做過欣賞冇，我唔知。但是佢嗰樣時嚟比賽時，我發覺，哎呦，為咗參賽者，突然參加冇咁樣，佢哋唱歌叫我嚟幫當歌，佢上貼一個，所以個李文文，佢叫孫內嘛。哦，係哦。係啊。所以呢，李文文嘅唱歌方式就會有點像利用上欣賞的那種感覺。但是呢，這樣是我哋比賽方式咧。不管三態跳，比賽以後，有場是出前面，會出到小跳。哇，佢喺出到小跳時就快台咧。佢小跳佢都快台咧。佢唔曉唱小跳啊。佢三態跳碌碌棍。小跳冇辦法。偏要咪拖三態跳。一不到小跳，佢都軟嘅，佢都歪嘅。他就是適合雄情萬丈。奇怪呢，係啊，係吼。對。有時候從頭會用手拗到，我拗嘛。而下巴會向外去夾三個板啊。而有學生係唱高音。我就喊唔完，係啦，我就喊唔完戲法啦樣。個兩手會得咗得到。哎呦，你見係唔強強，喺咪輔導個眼角？係咪？我見翻你見邊下睇上啊，嗌先生，我啲教你啊。好放鬆啊樣。冇啦，唔係好放鬆啦。時代下，時代下。剛剛我要出演啊，而家要出演，最冇乜出演啊，唔見樣啊，嗌教唔教啊？係哦，一啲面子都冇問題。哎呀，我嘅意思講，我唔愛面子。係啊，真係啊！講真的，有啲嘢冇辦法唱佢按高音嘛。有按高音啊。係啊，裝個平板是德國人講，我都五強啊，我都六雙線，一做就一首人唱教師面前啊，就倆片上，係女生唱倆片上開始綁啊過來。哦，而係女生唱嘅都帶幾好朋友呀。我就按用到個宿舍，嗰種我來天台唱歌嘅，也是問女生唱先生。我歌唱不會記下。因為理論上佢家開辦搞嘅，學生來了比賽，我要來兩首即對到嘅啊。我排寫依嚟幾個人嘅，我就拜託女生唱先生，然後聽書嘅。按樣啦，按作詞。係啦，對，所以講到你用上先生會對到嘅。佢搞按到學生嘅啊，排寫啦，咪啲大題排寫啦。而家唔係講佢天大題，冇啲人變大題咯。多謝你分享啦嚇，要不然再次菲咪都利用上先生嘅嗰種歌曲，對，好，安子姐，謝謝，非常錯，好嘞，下來呢？下來係陳淑娥帶來落山歌，好嘞，彈開啦。阿爸的情。紅鞋女孩，等等我，紅鞋老女孩，等等我。那個字太多了。對呀，對呀，排泄啦。所以我不光給抖 C 都會小姐，真的。你不喜歡人家讚美你？我就還好。哎呦，真嘅哦。真的還好。對，你說我老了，我怎麼就真的老了？好，真的很老了。
言叹呐。阿爸演技，太古典呐。君看了。见心呐，骨嘎言呐。相知年岁，亲心灵呐。一家了。佛罗啊，少年年呐。哎，苏农这吼，红鞋女孩嘞，按讲，狗长海按讲。红鞋女孩，等等我，红鞋老女孩，等等我。那个字太多余了，太多了，对呀，对呀，拍戏啦。所以不管去多些都是小姐。真的很奇怪哈，为什么人很不喜欢被冠上“老”这个字？啊，对啊，我还好哎。你不会吗？我不会啊。嘿哦，我不会。要是有人说你背影像欧巴，正面 Oh my God， 你会高兴吗？不，我还好啊。我还真的很怕碰到说，哎呦啊，你本人好帅哦，你看起来很年轻哦。那我怕，我觉得我听起来，真的哦，会哦，真的，你不喜欢人家赞美你？我还好。哎呦，真的哦，真的还好。我没有对，你说我老了，我怎么就真的老了？好啊，真的很老啊。我承认嘛，就像我老婆一样啊，我老婆之前也是就这样。我跟你讲，你要怎么样要去呢？我说就老了啊，嘿，就是要好好变老就好了。对啊，好好变老变好，这样就好了。就老了，还要叫我去，很爱去做一来嘛。我说我不要，我就自然就好了。这样垂垂的比较好。好啦，赚多给不也主自然就好，自然就是美。像你看。这个这保养的这么好，嘿呀，有晕通嘛，打拳啊，晕通真的有好哦，有啊有啊，听说有哦，气色整个感觉心情各方面，嘿呀，是，所以今天这首歌是献给我的爸爸，爸爸几岁了？90岁，90岁哦，对对对。海清天空吗？他现在身体还 OK 哦，永清后他年轻的时候蛮辛苦的，他15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我阿公就过世了。他就身兼重任，就
蛮辛苦的。是长兄就抽嘞，对，长子，肉台肉摸。他上面还有姐姐啦，但是那个时代的男孩子老大都比较辛苦，要做农事。对，做农事啊，农事。对对，爸爸的相片，爸爸，哎呦，原来那片动物园吗？动物园，动物园那片，好可爱的画面。爸爸喜欢星星，喜欢看到后朋友会感觉，他喜欢看动物。都带他去动物园，他很高兴，就亲欢喜啊，亲欢喜。所以爸爸现在走路 OK 吗？走也要轮椅推，这个没办法，就是做事做太辛苦都驼背了，走起来比较辛苦。对啊，以前的人真的囊州其实他已经超过身体负荷，对，大概弄人家都挺辛苦，很辛苦，对。所以现在你们就是都会加不脾气，放假都会回去陪他，回去看他。他在宜兰，住宜兰，对。自己住在那边还是他有请一个外佣来照顾他，就平常他跟外佣在一起。对，不用聊时间，就会转移脾气掉啊。真的啊，现在他会沙飞很用啦。现在社会就这样子，没友好哈。哎呀，谢谢。什么？这个休息。沙来，还有廖崇发带来平板。好来，躺下来。风
怎么太个好？两位主持人好，哎呦，我甲看一下资料啊，哈，这个安尼30岁朋友感谢，唔係感謝先生，是感謝爸爸媽媽啦，爸爸媽媽沒有，他不一樣呢，佢冇空樣呢，我感謝媽啥？那位冇空樣呢，啊，因為吼，我細細我妹當腳是走嘅，所以吼，我細細嘅時間外語啊，吼，有兩個外語，一隻是泰語，一隻是西語，佢兩啥吼，是常常會突然會去教不下。細細當腳都走嘅，係當做都走。當做是走嘅，當做就走嘅。一度幾樣時？到4歲嘅時間。4歲幾樣時？你媽媽一度是走嘅。媽媽才40歲。40歲啊！身體冇好走嘅一樣辦。身體不啱啦。頭擺一年哦，你喺藥療都係不平嘅衫冇咗好易。頭嗰位子人冇按到啦。跟人媽媽講喺度得4年咧走嘅咧。我媽媽是講係一屆天天。一屆天天。講到你嘅40歲。按你36歲當講呢。按40歲係啊。講到你咧。係啊。是走嘅，是。但是人媽媽有姊妹。兩姊妹。我媽媽有3姊妹。3姊妹。我媽媽係天醫，所以有一隻西語，有一隻泰語。泰語有西語嗬，對我是常常咩當嘅觀念啦嗬。所以我讀書嘅時間，小學嘅時候嗬，結校頭個人攞結校，結校嗬。嘅時間係特別係寒假一係必處啊嗬，暑假嘅時間。其實我向外去教下帶，將外去給他帶。去嗰片料就出來。特別去嘅時間嗬。跟你細時間帶哪？我是帶新埔啊，阿姨帶那邊。阿姨帶你哪裡？西姨帶竹東，泰姨帶虎口。我西姨我將外去教下帶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嗬，突然衝下去，我泰姨喺屋下帶，次帶到嗬。我要開學嘅時間，特別是新人啊，看到有火柴好坐東鄉啊，火柴又偏東好食，就會變喺暑假嘅寒暑假嘅時間，就搶進去自家架空架婆啊，講下婆婦卡嗰種感覺。對，你帶撞下頭啊，佢全部帶記錄啊，許多記錄，許多記錄很好嘅咯，就感覺到，因為冇衝浪，所以。我是感覺到非常嘅鬧嘅個檔貨啊，當聽啊用，將來不卡是冇衝浪嚟啊，但是安尼變咧暑假寒假做得去泰語嘅，按平常時係慢人吞。平常時候都嗌下爸嗌婆，嗌婆嗌爸出去做頭路啊，兩人做一下做散些啊，做乜嘅下頭過。是走下認真有頭路。去存錢。咪算，佢算早期的隔代教養。係啊，最後咧還有阿日安下嘅。係咩？同嘅算係嫁公嫁婆講阿婆天圖啊。天圖。我冇阿妹，但是我有阿姨。安下。所以我細細個畢業唔低啊，我是。心裡哈，是一直很感念，感念嘅。對，阿姨會投射錢本嘛，嘅樣子。佢唔會拿錢本來，但是佢你要用嘅東西，佢會讓準備好，你要賺嘅時間，衫褲啦、個制服啦，嗬，我作嘅要用嘅東西，佢會貴包本來帶咗去。準備好，係本也你特殊嘅時間，唔是少嘅東西。係啦，阿姨會看你節目嗎？阿姨會看你節目嗎？阿姨哋冇出嚟，兩個都冇出嚟，兩個都冇出嚟啊！兩個冇出嚟，係啊，哎呦，係啊，感恩嘅心，嗰個係在把熱的天時機嘅講呀，係有啦，係也希望我們電視機前面朋友真的3不5時愛要及時啊！哎呀，真的，你想要感謝，想要感謝萬人，愛要大聲說出來，真的，好吧，好，按這些啊，首先你的朋友，對啊，謝謝，多謝。
好，安尼根本伊谈到安尼流行歌感通的故事吼，流行歌曲还有安尼传统族也的朋友了，分享佢也都想感谢人，也的故事，也我相信安尼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懂到，也这个新杜方想感谢人，可能联系给联络一下，联络一下，打电话拉一下，又出来吃饭，真的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我年轻人哈。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外面以为时间还很多，我们在外面努力打拼，其实就是在拼什么？拼爸爸妈妈老去的速度啊！对啊，所以我们对啊，哇，就是所以我们就是有时间有空余时间就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其实我跟你讲，老人家要的不多，他其实要的就是陪伴，一个问候这样子而已，好不好？哦。好，没想到我也会讲出一些对啊，好不习惯人话出来。这段一定要保留。我们罗哥有温馨的时候。我刚刚是讲牛话，牛话，安尼节目都要哈，安尼讲个有这做位的比赛哦，中国的比赛啦，哎呀，冇老多人全部做特别给帮啊，有比赛哦，通常有比赛啦哈，好中国的朋友打电话来，096667人还有传真天发人117778231等台几个打电话。好，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哈，什么太假？多谢哈，安尼。两位乡亲好朋友，情感通灵的都市啦哦，什么太假？有 TV 张蕊了，什么太假？什么小康老师还有没有去欣赏？谢谢，辛苦嘞。今天还有讲到孔锵老师，谢谢小康老师，孔锵老师，还有感谢天成为工作人员，辛苦嘞。哈利班梦记得一定要做主持官呢，老年大擂台，老年跳下来，再比。